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7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安尼讲，所以我所疼的兄弟啊，应着坚固，无摇拽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我伫主的毋是空空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着坚固，无摇拽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敬拜你，学罗你，尊重你，因为你是永无改变、满主爱甲信实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伫阮的每一天来施乐恩典，互阮通伫你的同在来定心得到快乐。主啊，感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来赢过罪恶甲死亡，互阮的愿望无直到落空。主啊，求你找圣神，每日更新改变阮，互阮无野战，无灰心，因为阮知甲你同行的路，虽然无容易，总是有你的同在，阮就无惊吓。所以，阮着坚固，无摇拽，常常尽力伫主你的工，因为阮知，若是为着你来着我的，的确毋是空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